国家人权博物馆正有出一张白色恐怖捷运地图，内面提供28大台北地区加人权事件小牵连的地点小界，希望民众坐捷运的时阵，卖当加减了解过去课本无伫咧教228甲白色恐怖历史。最近流行捷运地图找食物，国家人权博物馆嘛对着事件杀出白色恐怖的捷运地图。伫台北的捷运路线顶悬，看会到捷运站附近有一寡互国家人权博物馆列做白色恐怖的书籍，计共28位，希望民众坐捷运嘛通了解附近有参228有关系的历史。过这个地图，互咱了解讲，伫咱身躯边发生的足侪这人权事件。咱每一个人若有机会去和这个空间接触，跟空间去对话。咱会更加去了解讲这个事件的意义。亲像捷运大坪林站的警卫看守所，过去就是军事审判庭；龙山西站附近的马场顶，是当年维权体制清杀政治犯的所在。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讲，因自2014年就开始做白色恐怖的书籍的调查，对2017年开始分做3期，公布这个所在。所以咱迄阵的定义就是讲，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事件的场域，作为咱调查研究的迄个范围。所以迄当时唔是叫做不义遗址，迄当时咱叫做这个白色恐怖时机点调查。另外，促转会前一阵嘛公开不记为止的 App， 而且按算伫个月，搁再公布第2批白色恐怖审定的地点。人权博物馆表示，因即马调查的部分会搁提供促转会参考认定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